守得雲開不見月明第3章。上次呢，我哋就講到郭洪結婚了，新娘不是我。雖然郭洪細神劈願咁樣話自己唔再中意個未婚妻，但係秀英根本就冇諗過要去 find out 究竟係真定係假。佢呢亦都冇任何反抗嘅能力。點講呢？嗰個年代嘅女人其實都係冇咁理性嘅。不過亦都唔可以咁樣講，可能唔理咩年代嘅女人喺面對愛情嘅當下都係唔理性嘅，因為太理性就唔係愛情啦。其實後來有好多結咗婚嘅人都話，當初就係因為糊裡糊塗咁先至會去結婚嘅。如果當初有諗清楚，有一啲理性、一啲計算嘅話呢，肯定就唔會同眼前人結婚。呢個其實好吊詭。郭洪呢就結咗婚，秀英就淪為小三。嗰個年代好似仲未流行小三呢個咁可愛嘅稱呼嘅喎。嗰個年代咧會稱呼呢一種女人咧叫情婦。都唔啱。情婦咧好似只係上流社會啲有錢人嘅稱呼，情婦咧就好似係有一啲知識啊，有一啲品味嘅先至可以叫情婦。一般嘅小人物嘅情婦咧有個好難聽嘅稱呼就叫做二奶。秀英就變成二奶啦。既然自己心甘情願咁樣做人哋嘅二奶，於是就食得鹹魚抵得渴啦。逢年過節，人哋咧就聚天倫，秀英咧就獨淚垂。唔能夠話郭洪咧唔愛秀英嘅。呢個世界咧就係有一種咁樣嘅咁浪蕩嘅男人，開心嘅時候咧真係好開心嘅，浪漫風趣，貼心誠懇，但又永遠咧優柔寡斷。你唔逼佢咧，佢亦都唔決定；你一逼佢咧，佢又逃避。話說咧，佢當年就係因為被佢老婆自己訂好酒席、印好請帖咁樣嚟逼婚嘅，佢都只係出現喺婚禮現場咁大把。而對於秀英呢一邊呢，佢亦都只係一直話愛呀愛呀、喜歡啊、心痛啊、委屈你啦呢啲，實在嘅計劃咧係完全冇嘅。到最後呢種咁樣嘅男人係可以拍拍籮柚咁樣走人噶，對老婆可以話係被逼娶嘅。對秀英呢邊呢，亦都可以毫無責任咁樣話，我都冇要你等，係你自己心甘情願等啫嘛，就將自己置身事外，一切都係被逼嘅，好無辜咁樣。憑我多年對星座嘅研究，郭洪應該係雙魚座。當然，我哋用局外人嘅分析嚟睇呢件事，郭洪就係一個賤人。但對於當局者迷嘅秀英嚟講，郭洪就係情聖。我話郭洪咧係賤人，仲有一個好厲害嘅把戲。佢口口聲聲咧咁樣話，好心痛啊秀英。如果佢揾到好嘅男人嘅話咧，就走啦，就跟佢走啦。佢會好難過，但係佢亦都會祝福阿秀英永遠幸福。你唔知道呢個咁樣嘅說法有幾大威力啊！喺秀英嘅心裏面，或者係所有嘅女人嘅心裏面，佢心痛到冇辦法呼吸。不排除咧，郭洪講呢句說話嘅時候咧係真嘅，我亦都相信佢係真嘅，因為情聖嘅話咧係咩說話都講得出，浪蕩嘅人咧係可以對好多人真心一片。秀英聽到郭洪咁樣講，唔單止冇離開嘅郭洪，反而更加愛佢，而且更加心甘情願。眨下眼，15年過去啦，郭洪就係咁樣愛啊恨啊咁樣拖咗秀英15年。而期間呢，郭洪同佢老婆生咗2個仔，而秀英呢就係咁樣委屈咗15年。上天呢真係好公平噶，冇俾秀英一個溫暖嘅娘家，亦都冇俾佢一個幸福嘅夫家，於是就好自然咁樣會喺另一方面補償佢。前面唔係講咗啦咩？後來證明秀英選擇美容呢一條路係非常之正確嘅。你諗下啲美容院就好似髮型屋咁樣，逢年過節都係生意最興旺嘅。反正逢年過節，秀英都係形單隻影噶啦，咁不如咧努力加班工作好噶啦。其實逢年過節，所有嘅員工咧都好希望可以放假同屋企人聚天倫嘅，咁淨係秀英咧冇呢一個需要，所以佢亦都冇所謂。而且咧喺節日加班嘅話咧係可以計3工噶，過年咧仲可以收到熟客嘅大利是。咁20年前以秀英咁樣嘅學歷出身嚟講咧，每個月可以賺到2萬蚊咧，真係非常之高嘅人工噶啦。亦都就係咁樣，秀英咧就儲到一啲錢。後嚟咧，
跟佢一啲姊妹去公金會買股票，一個人呢亦都冇咩寄託，亦都冇咩負擔，自然呢就會好醒目。雖然書讀得唔多，但係好有經濟嘅頭腦，知道幾時入市，幾時賣。經常去銀行留意大市嘅情況。認識咗好多銀行嘅經紀同埋炒股票嘅高手，呢個為秀英賺咗好多錢，買咗2層樓，流動現金呢亦都有100萬。喺國雄結婚嘅15年之後，秀英已經變成咗一個富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敬請期待《守得雲開不見月明》第4章。